鼓聲鼓響心裏，舞心跳節拍起舞動，夢與想盡你。首先好衷心多謝大家蒞臨我哋今日嘅百人熊貓共融鼓舞 SDG 創世紀活動。咁我共同去見證我哋咧超過100位 SEN 人士，加埋150位陪同人士、健全人士，我哋一齊嚟拍打非洲鼓，創造世界紀錄嘅歷史時刻。青草音符咧係由 SEN 啦殘疾家庭所組成嘅自助組織。我哋嘅小孩咧佢有唔同嘅障礙啦，每日咧都有唔同嘅挑戰。大家都睇到頭先我哋嘅小朋友嘅一個演示啦。而家我哋咧有超過咧60位嘅團員嘅，咁啊其中包括咧有智障啦、自閉症啦、過度活躍啊、肢體傷殘等等嘅唔同障礙嘅一啲學生啊。咁啊佢哋不斷嘅努力同埋學習啦，我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研習。今日我着住呢件呢係玫紅色嘅衫，象徵住呢就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嘅第10項減少不平等。我想同大家講，只要我哋提供平等嘅學習平台，呢啲孩子佢縱使係有障礙，但佢哋都可以突破佢哋嘅限制。喺家長、照顧者同埋我哋孩子嘅共同努力之下，佢哋一樣可以喺舞台上邊發光發亮，可以帶到正能量俾我哋大家。當然，我最感謝嘅係青草音符嘅義工家長們，多謝你哋，青草音符先可以由4個家長到而家今日係超過450個家庭。青草音符刷新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，成功！SEN 嘅小朋友每一個有自己嘅能力咧，係可以去自己發揮。我哋成個社會咧多一啲嘅包容同埋多一啲嘅支持俾佢哋咧，令到啲小朋友可以有機會去發揮所長。咁所以咧點樣可以慢慢做好呢個嘅陪伴，令到佢發掘到佢哋獨特嘅潛質咧？我諗係需要政府、我哋嘅民間嘅組織同埋商界咧一齊去做好嘅。睇到所有同學咧，佢哋跟住Wilson 嗰個節奏咧係跟得好好嘅。只要我哋提供平等機會俾唔同能力嘅人，包括我哋 SEN 嘅同學，佢哋都可以同其他人一樣發揮佢哋嘅所長，貢獻社會，繼續學習嘅。我係見證住咧我哋青草音符嘅同學仔嘅成長，見證住咧我哋嘅咁多位家長義工嘅付出，我係非常之感動。希望大家能夠同心合力，可以喺一個嘅機會底下咧，展示到每一位學員嘅才能，鼓出和平之聲，奏響世界共融。